立法會議員兼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喺6月29號被指涉嫌酒後駕駛，喺中大校園內連撞2架車之後一度離開。警方其後以4項罪名拘捕佢，包括酒駕同埋意外後冇停車。中大方面表示，已經高度關注事件，並即時暫停黃錦輝喺大學嘅行政職務。校方強調一直非常重視教職員嘅操守，案件正由警方調查，暫時唔方便作進一步評論。工程學院院長曾漢琪回應傳媒時指出，事件是否屬於醉駕，仍需等待警方調查同法院判決。又提到黃錦輝嘅解釋同傳媒報導有少少出入。黃錦輝於2022年經選委會補選晉身立法會，並喺2025年成功連任。現時係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，同時擔任教授及多個研究中心主管。